社第选继续来关心这个艺人黄子佼黄主角新闻的发展。检警调查出，这个黄主角是网站创意书房的高级会员，这大家拢知影。伊买一寡偷翕的影片伫看，拉对这成员啊、女明星也有主播拢是受害者。即摆除了将这个网站甲关起来以外，嘛锁定80个高级的会员。想不到这其中有老师、有医生等等高知识的分子，有可能最近就发动搜索，要谈这个买人到案说明，是讲网站使用的虚拟货币，这虚拟货币的钱底啊，还有资金移转的记录。外界指讲幕后的嫌犯也伫买卖，所以发展部回应讲，只要接到检警的通报，会以上紧的速度将这个网站甲关起来。彪哥，对指控有承认吗？要承认吗？日前，黄主角交集现场风波，甚至买被成人的实景影片，佫是网站创意书房的高级会员，除了以外，其他高级会员的职业嘛公开。检警追查网站也有80名高级会员，除了黄子佼、老师、医生、科技新贵都在其中。检警也不排除约谈他们，档案说明。民众的是9千，得当正做会员，所以必须实名认证，消费满4万，才当看关一卡的影片。若是想要升高级会员，都要佮加开14万。不过网站部后主嫌脑筋是当时较真紧，会员提供观众影片，就会当直接升级。无人用真悬的介绍买特定影片，你若付愈侪钱，我就来甲你找受害者，包括家有对成员、查某明星和主播拢受害。只要是他底下的伺服器还在运作，那这个钱包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人能够禁止他在做一些流动的这个过程，透过一些混币的技术，然后使得就是说我并不知道说他后面来讲这个金流流到最后是谁。创意书房2012年创立，网站设伫美国，初期是设伫中国，先警察调查，短短10多年的时间，谈困难后，影像佮用不同款的国家、不同地区分推，网站背后使用虚拟货币钱包化，相信一摆资金交易是伫咧4月7日。等于非法交易，也搁伫咧进行。网站黄查封今日已经跟换所在重新徛起，索回发展部回应，相关调查也搁伫咧进行。若是接到检举，或者是非法部通报，会用上紧的速度甲网站处理掉。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